人老咗先至醒，原來兄弟姊妹之間根本就冇咩真感情。人老咗最傷心嘅，往往唔係外人，係同你一齊大嘅兄弟姊妹。你聽我講完先，血濃於水呢4個字，我哋由細聽到大。而家我話你知，呢4個字去到60、70歲，就好似一張過期嘅支票，睇落好值錢，攞去銀行兌唔到現。你試過未？爸爸走咗之後，兄弟姊妹1年先見一次面。嗰陣傾天氣、傾樓價，再傾心事，傾完又傾錢，一傾錢面就黑。後來年過年圍個拉都齊唔人，點解會咁？我諗咗好多年個星期，今晚我同你講清楚。人老咗，兄弟姊妹之間到底仲剩翻啲乜？同埋你要守住嘅3樣嘢，呢3樣嘢守得住你，後半生就算贏咗我講單。真人真事你聽，陳伯今年74歲，住公屋，後生嗰陣揸巴士。第2章，陳伯嘅故事，借出60萬棺材本，換來母情對待，由九巴揸到冷氣巴士，揸足32年。佢同老婆慳咗成世咧，人哋飲茶、蝦餃、燒賣、鳳爪、排骨叫滿台，佢哋兩公婆就1盅2件腸粉。坐足一個朝頭早。2003年沙士年，啲樓價跌到冇人敢買，佢兩公婆咬實牙根喺炮台山買咗300幾尺嘅單位，供到白頭。退休嗰年長糧加積蓄，仲有咗成180萬，同我講過一句：我呢世人冇法發達，但我對得住自己，對得住手腳。佢老婆我都識，人好聲好氣，喺街市買餸都可以同人講10分鐘。但年年到我老劉生日升旗，佢一定整一底蘿蔔糕送過嚟，口裏面話自己手勢麻麻，其實好食過酒樓。陳伯下面有個細佬，佢哋爸爸走得早，陳伯16歲就出嚟做嘢，頭幾年份人工攞嚟俾細佬交學費，供細佬讀完書。後來細佬出嚟做生意，時好時壞。2016年年尾，細佬上門話生意周轉唔過，缺筆本錢，開口問陳伯借60萬。陳伯老婆當場黑晒面入咗房，陳伯送細佬落樓，喺電梯口話：俾1日時間我同你阿嫂商量下。為咗呢件事，兩公婆嗌咗一場幾十年嚟最大嘅交。你哋兩兄弟由細到大都係你照顧佢，供佢讀書，你結婚擺酒佢唔到。阿媽走嗰陣身後事都係你一個人撐住。陳伯只係答一句：佢係我細佬嚟㗎，親生嘅，唔通我睇住佢死？第2日朝早，陳伯自己一個去咗銀行，佢喺櫃位前面企咗好耐。個職員問咗3次：先生，你辦咩手續？180萬入面攞60萬出嚟，照佢條攞計，等於佢11年嘅積蓄。佢話佢嗰一刻諗起細路仔時候，細佬拉住佢衫尾行去街市買魚蛋，佢喊住話：我冇得揀，就咁隻手一揮就簽咗名60萬。2017年投過數，一張借據都冇。佢話兄弟之間寫呢啲嘢傷感情，你記住呢句話，一陣我哋會翻轉頭再講呢句話。頭半年生意仲算順利，細佬請陳伯飲茶，歐語參討點心叫到滿台，大佬前大佬後叫得親熱，之後就開始失蹤。10次打電話有9次冇人聽，聽咗佢幾次，3句唔埋就話好忙，遲啲覆。嗰2年陳伯學識咗一樣嘢，叫做幫對方揾藉口。佢做生意梗係忙啦，後生唔同我哋，唔打電話唔係唔記得，即係佢生意冇事，冇事咪好事咯。你睇清楚，借錢嗰個明明係細佬，日日喺度幫佢緣分嘅，反而係陳伯。人就係咁，死都唔肯承認自己睇錯人，因為一認就連埋以前嗰幾十年一齊過嘅日子，都一邊推翻年尾，生意執笠60萬冇咗影。陳伯約細佬出嚟飲茶，想問個明白。細佬話：大佬，生意蝕咗啊，咪蝕咗咯。你而家係咪想逼死我？2021年，陳伯老婆入咗醫院，陳伯一個人坐喺病房出面走廊，星期行嚟行去啊，打咗個電話俾細佬，其實唔係要錢，就係想揾個自己人講2句。電話一通，細佬即刻話：大佬，我呢排周轉好緊，你唔好又同我講錢。陳伯話：我唔同你講錢，
我話你知，你阿嫂入咗 IQ 電話嗰邊靜咗3秒，然後一句，哦，咁你叫佢保重。陳伯收咗線，喺走廊嗰張膠凳度坐咗成粒鐘，隔離坐住個後生仔，揸住電話同屋企人講：你唔使驚，我而家即刻翻嚟。陳伯先知道，原來即刻翻嚟呢4個字咁矜貴。2022年春天，陳伯老婆走咗，嗰日細佬都有嚟，着住成套西裝，企喺最後一排。封完禮金之後，佢行埋嚟拍咗拍陳伯個膊頭，話：大佬節哀順變。講完就走，話約咗人傾生意，由頭到尾冇問過一句阿嫂嘅後事。老婆走咗之後，陳伯整理衣櫃，喺箱底執到一本舊數簿，係老婆背住佢開嘅，一筆一筆慳咗10幾年，總共40幾萬，最後夾咗張紙仔，老婆嘅字。呢啲錢係留俾你養老嘅，唔好再借俾人。陳伯揸住嗰本數簿坐喺床邊，坐到成間屋黑晒都冇開燈。星期佢同我講，嗰一晚佢先至真正喊得出，唔係為嗰60萬，係為個老婆慳咗成世，慳到臨尾都要住佢個後路。上年尾，陳伯一個人喺酒樓飲茶，遠遠見到細佬兩公婆坐喺窗口位，有講有笑，兩個孫仔喺度走嚟走去。細佬抬頭同佢點咗下頭，然後扭住面繼續同個孫玩。陳伯喺自己嗰張台一盅茶，由10點坐到12點，沖極都係嗰杯茶啦。佢後來同我講唔煩錢啦，呢世都唔會再借。呢度我哋飲啖茶定一定先。你話陳伯個細佬唔衰，梗係衰。但今晚我想同你傾嘅唔係邊個衰，衰人年年有。鬧完佢，你聽日嘅日子照樣過。我想你同我一齊睇清楚一樣嘢。兄弟姊妹嘅感情，好多時根本唔係你同佢兩個人之間嘅嘢，佢係靠對上嗰兩個老人家調到住嘅。第3章棋盤理論，父母走後，點解兄弟姊妹會變成一盤散沙？啲阿爸喺度，你哋就係一家人。過年有個地方一定要飯，阿媽一開飯，幾大件事你都要放低，坐埋同一圍隔離。阿媽一走，你哋就由一家人變咗做親戚。親戚戚係乜？就係各有各嘅日子，365日，各有各嘅仔女，各有各嘅水腳。我用個比喻同你講，兄弟姊妹就好似棋盤上面同一隻顏色嘅棋子，睇落係一對，但你要睇通一層，將啲棋子聚埋一齊嗰樣嘢，從來唔係棋子自己，係下面嗰張棋盤。爸爸阿媽就係嗰張棋盤，棋盤一收，啲子咪各散東嚟，跌翻入各自嘅棋盒。你唔好怪邊隻冇情，係根本冇嘢再托住你哋啦。我自己都有條數計過俾你聽。阿媽喺生嗰陣，我哋3兄弟一年點都見7、8次。阿媽生日努力忌神，冬至年初2，次次唔使約，自動報啊。到邊個遲到仲會俾阿媽鬧。阿媽走咗之後，第1年照舊話要維持聚會。第2年開始話嗰日要返工，到第5年得返清明節聚一次，傾唔夠10句就落山，各自走，連餐飯都冇食埋。你話啲感情去咗邊？我話你知，感情冇去邊。嗰啲感情一直都係靠個台階撐住嘅，台一拆佢就慢慢縮到返個影子。但係故事去到呢度先至係真正嘅開始。你以為我今晚想話你知？兄弟姊妹唔靠得住，趁早死心計清楚數。唔係，如果淨係講呢啲，你喺街市都聽到，唔使專登聽我講。你再聽多單嘢，呢單嘢我望住佢發生前後3年，星期睇到我自己都要改觀。第4章梁太嘅故事，幾十年最冷漠嘅家姐喺喪夫之痛時伸出援手。梁太化名，今年71歲，住深水埗。星期後生嗰陣時喺長沙灣啲廠車衫，車咗幾十年。佢有個家姐大佢幾年，住觀塘。兩姊妹舊時係同一間屋出世嘅。而家1年飲一次茶，電話1個月1個，唔夠5分鐘就收線，唔借錢唔來往，連對方屋企鎖匙都冇。梁太心裏面其實怨咗幾十年。佢同我講過，我5歲嗰年發高燒，星期係家姐背住我由田邊走落山去睇醫生。點解大過咗佢當我街坊一樣？
2023年梁太老公走咗呢種滋味，你哋當中有人經歷過，唔多形容。一成間屋淨係得電視開住，唔係想睇，係想屋企有人聲。一個人嘅飯，電飯煲最細份量都煮多咗。頭7個後，仔女返工嘅返工，喺英國嗰個趕飛機返去。到第8日朝早門鈴響，梁太開門，家姐企喺度拎住個保溫湯煲。第一句我煲咗湯。第一日係青紅蘿蔔煲豬骨，之後係節瓜煲排骨、蓮藕煲章魚、菜糠豬潤煲瘦肉。一個禮拜唔重複。梁太老公喺生嗰陣最中意飲湯，以前日日都有湯。老公一走佢自己一個，邊有心機開火？間屋連氣味都死埋。家姐煲嘅湯一入屋，成間屋嘅氣味就翻嚟。有日梁太忍唔住問：你點知我屋企冇湯飲？家姐冇睇佢，淨係話：你姐夫走過嗰年，我間屋都係咁。講完就冇再講。梁太先至醒起，原來家姐而家行緊呢條路，佢自己10年前行過一次嗰陣，冇人陪佢行。由嗰日起，家姐隔嚟一次，佢唔係嚟陪梁太喊嘅，亦都唔多話，入門口就行入廚房整嘢，跟住坐涼廳隔離睇電視，電視做乜就睇乜。坐夠1個鐘就起身話要趕車返觀塘，要喺深水埗轉2線車，風雨不改。3個幾月，直到梁太個心返落嚟，佢諗住點都要俾返啲車錢、飯錢俾家姐。家姐當場黑面，幾百蚊啫，推返轉頭講咗一句：你同我講錢，即係趕我走。隔咗一陣，家姐自己夾咗件點心放梁太碟度，當冇事發生過。繼續傾佢個孫仔讀大學嘅事。梁太收返啲錢落袋，熱辣辣，好似揸住一件自己做錯咗嘅事。梁太嗰晚喺屋企喊咗成晚。佢後來同我講：以前我與我家姐幾十年冷淡，原來佢唔係冇感情，原來佢係收埋喺度，要到你真係跌低嗰陣先至肯攞出嚟。感情呢樣嘢唔可以攞嚟當現錢使，你而家攞翻陳伯單嘢出嚟對住睇，就睇得明了。個星期第5章核心論，情歸情，錢歸錢，千祈唔好拉埋一齊煮。陳伯個細佬固然唔掂，但真正錯嘅一步係喺嗰句兄弟之間寫借據傷感情開始。星期嗰一刻開始，陳伯將60萬當咗感情咁俾佢，個細佬就將感情當咗60萬咁收落袋，錢同感情撈埋一齊煮，結果兩樣一齊冧。而梁太家姐幾十年嚟做緊嘅，啱啱相反，平時唔動用份感情，要到真係要用嘅日先至真係有得用。所以你問我兄弟姊妹之間到底有冇真感情？星期我答你，有嗰份感情，近得很長嘅，可以好靚，靚得好似一張影咗幾十年嘅舊相。但係你唔可以攞去頂使費、頂擔保、頂你老年嘅靠山，一攞嚟當錢使，即刻穿咗，連張相都冇得留低。講到呢度，等我搬一樣老嘢出嚟，已經有一卦叫家人卦，講一家人點樣相處。你估下，家人卦後面跟住嘅係葵卦，就係背對背行，各行各路。意思係同居而不同行，兩個人住喺同一個屋，一人有一人嘅心願，各有各嘅路。第6章已經葵卦嘅智慧期，一家人各自修行，離心係常態，即係話3000年前嘅古人已經體會到，一家人離心唔係意外，係常態，係卦入面寫定咗嘅規律。你唔信？當老人家傾偈呢樣嘢擺落茶樓度睇就最清楚。一圍禮食飯，人人夾同一碟菜，但人心入面想食嘅唔同。有人想食多件叉燒，有人淨係想快啲埋單走去接個孫放學食飯，各有各心思。呢樣嘢唔叫虛忌。一家人點解親？就係坐得最耐，所以話血濃於水。呢個說話我同意一半。星期血係濃嘅，而且確係龍骨咁硬啦，因為你哋有同一對父母，有同一段翻唔到轉頭嘅童年。呢樣嘢幾多錢都買唔到，幾大恩怨都改唔走。但你唔好唔記得呢句話，仲有另一半。水係乜？水就係日子，係一次一次嘅相處。血係上一代留落嚟俾你嘅，水需要你自己浸，你唔浸水，
血擺得耐都會糠會硬，最後變成茶樓入面嗰下點頭，咁點算？人老咗有3樣嘢一定要守住。第10章晚年必睇，無論幾親都要守住嘅3樣嘢。第1樣，守住你嘅老本，你唔好誤會，我唔係叫你孤寒，更加唔係叫你親人都唔認，我係話兄弟姊妹開口問你攞錢嗰一刻期，你心裏面要好清楚，呢筆錢唔好當借，要當俾你問自己一句，呢筆錢當咗出去街，永遠唔會翻嚟，我個心會唔會唔舒服？俾完之後，你會唔會怪佢？會唔會後悔？會唔會唔舒服？唔舒服你就唔好出手，幾好聽嘅說話都要頂住。你記住，最傷兄弟感情嘅，從來唔係拒絕，係借呢個字。借出去嗰日，你哋係兄弟，到追數嗰日，你哋就係仇人，冇得追嘅數，先至得翻個細佬。第2樣，守住你住緊嗰度，你層樓又好，間公屋又好，鄉下間祖屋又好，幾咁親嘅人開口叫你做擔保賣樓，幫佢周轉，呢3樣嘢一樣都唔好掂。你住緊嗰度，唔單止係牆同廁所，佢係你老年嘅底線。千祈有瓦遮頭，你先至有得揀，有得揀你先至唔使睇人面色食飯。老本仲可以分大份，細份住嘅地方半分都唔讓。第3樣，守住你嘅分寸期，佢1年先肯見你一次。好，咁就1年1次，你唔好追，從來唔打嚟，你想傾偈就打去，唔好坐喺度等，打去唔好傾錢，唔好傾家產，唔好問邊個攞咗啲乜。呢期一句食咗飯未，傾半句天氣就係夠疏。你將兄弟姊妹喺你心入面嘅定位擺翻正，佢哋唔係應該對我好嘅人，佢哋係我同年歲嘅見證人。你再諗深一層，呢個世界上面仲記得你10歲嗰陣生得乜嘢樣嘅人，仲剩幾多個？就係咁多個啦。所以唔使日日見，但唔好斷。講完人哋2單事，講翻我自己，唔係，等我換個講法。呢一段我諗咗好耐先至決定喺度講。我有個大佬大我5歲。第8章，甚也非親身經歷，兄弟之間最遠嘅距離，唔係反面，係客氣啦。9897年呢，佢成家人移民去多倫多，頭幾年仲有信來往，後來變咗電話，再後來變咗1年1次嘅聖誕卡，3分鐘，身體好嗎？好仔女好嗎？好咁收線啦，電話費貴。我同大佬冇嗌過交，冇爭過產。阿媽走嗰陣留低幾十萬現金同一隻肉冬，大佬喺電話度一句：你留喺香港照顧阿媽，照顧到尾，辛苦晒。全部你要講完呢件事就冇再提過。你睇幾客氣。但今晚我話你知一句真心話，兄弟之間最遠嘅距離，唔係反面，係客氣。反面起碼仲有火氣，連火都冇埋先至真係疏遠。前年我老婆走咗呢件事，我喺呢度同你哋講過，但係有一樣嘢我一直冇講。老婆走咗成個月，我先打電話話俾大佬聽，點解拖成個月？我嗰陣同自己講，唔想佢擔心時差又夾唔啱，佢嗰邊落緊大雪，其實全部都係藉口。我驚電話一通，佢喺嗰邊好客氣咁講一句節哀順變，保重身體。然後我哋2兄弟就真係冇嘢好講啦。嗰句客氣說話，我寧願唔聽。個星期，點知嗰晚電話一接，我講完，大佬靜咗好耐好耐，靜到我以為斷咗線。跟住聽到佢把聲沙晒。尋日你點解唔早啲話我知？你當我係乜嘢？我講唔出聲。70幾歲人俾80歲嘅阿哥鬧，揸住電話喺呢邊眼濕濕。舊年秋天，大佬自己一個人飛返香港，住咗10日。佢唔肯住酒店，星期話要喺我度瞓，聽下張床聲。80歲人朝早落街買報紙，一買2份，一人1份，2個老嘢坐喺廳度睇成個朝頭早。間裝邊個睇到啲乜讀出嚟笑下。我話佢多倫多又唔係冇中文報紙，佢話唔同，邊度都唔同，佢又講唔出邊度唔同。一日我哋專登車返去細個住嗰條村。茶樓一盅2件坐低，嗰陣我心入面仲諗，對住坐又係得3分鐘客氣，點知唔知邊個起嘅頭，傾翻細個擔水落街，
排隊排到成條街咁長。佢驚我細粒俾人逼，叫我喺後面捉實佢條褲頭帶，唔准走開。嗰陣佢中學，我仲細，兄弟兩個擔2桶水，行樓梯上到屋企1桶水成一半。阿媽一邊鬧一邊笑。個星期，大佬記得仲多過我。佢話有一次我個鐵桶跌落樓梯，撞瘀咗我隻腳趾公。佢驚阿媽鬧，仲幫我搽藥酒。呢啲嘢我自己都唔記得晒嘅。佢喺多倫多住咗60年啦，傾下傾下，2個老嘢喺茶樓笑到好大聲，隔離台啲後生以為我哋黐線。嗰餐茶由朝早10點坐到下1點幾，臨上飛機之前個星期，大佬望住我話：下次飲茶唔好等我返嚟先飲，平時閒住都飲得。你沖你嘅普洱，我沖我嘅鐵觀音，唔使走寶。我企喺路邊好耐，返到屋企我諗明咗一樣嘢，我同大佬之間嗰份嘢，原來從來都唔係喺逢年過節嗰啲利是度生，亦都唔係阿媽留落嗰隻玉定度星期，喺1963年嗰2個鐵桶嗰啲一桶一桶擔上去嘅水度，嗰啲先至係血濃於水嘅水。而家我同大佬1個月傾一次視像，上個禮拜5佢嗰邊落雪，我呢邊打風。2個老嘢對住個熒幕，真係一人1盅茶。佢把聲係咁囉嗦，我個鏡頭淨係影到半邊面。我話佢戴錯咗老花鏡仲唔知。以前3分鐘收線嘅電話，而家傾個幾鐘，仲係阿嫂喺嗰邊叫佢食飯先肯收線。講咗成晚，講返落實處，我俾你今晚瞓覺之前就做得到嘅3件事。第9章實用建議，今晚瞓覺之前你可以做嘅3件事。第1件，如果你呢排啱有兄弟姊妹問你借緊錢，或者叫你做緊擔保，今晚乜嘢都唔好應承住，搵晚黑諗清楚，聽日先答。答之前問翻自己句話：呢筆錢當俾咗出去，永遠唔會翻嚟，我個心會唔舒服嗎？舒服就幫，但幫幾多自己定，唔好俾人開價。唔舒服或者唔夠本錢，咁就直接講，唔好覺得自己過意唔去。親兄弟明算賬，呢句說話唔係我作出嚟嘅，係祖祖輩輩一代一代傳落嚟嘅道理。數唔係無情，數先至保得住份情。第2件，今晚喺通訊錄揾翻你最耐冇聯絡嗰個兄弟姊妹，唔使打電話住，發短信就得一句：今日執嘢執到舊相，個星期。諗起細個嗰陣，你最近點啊？記住3個唔好提錢，唔提遺產，邊個攞咗唔好問。點解你咁耐都唔揾我？你淨係當浸一杯水落去，剩低嘅交俾時間。佢覆你，咪由嗰張舊相傾翻起。佢唔覆你都冇所謂，你已經做咗你嗰部分。如果兄弟姊妹已經反咗面破晒臉，我唔會喺度勸你和好。有啲嘢係真係翻唔到轉頭嘅，逼自己圓籠仲辛苦過嬲。但你可以做一樣嘢，今晚喺自己心入面拎一嚿關於佢嘅最細個嗰陣嘅回憶出嚟，同自己計一次，有過一次好就當還咗一次。收筆之前我話翻陳伯，上禮拜我又喺間茶樓見到佢，佢都係一個人，都係坐慣嗰個靠窗口位。佢細佬以前坐開嗰張台，今日坐咗人，又係有個細路仔喺度食點心啊！陳伯低翻頭繼續沖佢茶，我坐過號問佢仲嬲唔嬲你細佬？佢冇抬頭，手揸住個茶，話嬲咗幾年，嬲到攰啦。然後我浸咗打茶過嚟，話你睇呢茶第4泡先至夠筍，之前嘅都假。不過呢，唔飲過假嘅，又唔知呢杯茶幾好飲。第10章結語，星期血濃於水。血係上一代俾嘅，水要你自己斟。今晚講咗成晚嘅嘢，我壓埋一句說話俾你帶走啦。血係上一代俾你嘅，所以濃水要你自己斟，所以先至暖幾十歲之後。如果你都係咁嘅人，爸爸阿媽走咗，兄弟姊妹散咗喺幾個城市，過年個位你一年坐唔齊人，咁你今晚喺度就啱啱好。星期留言話我知。你有幾耐冇試過同你嘅兄弟姊妹淨係飲茶唔傾錢唔傾是非唔講邊個錯就咁樣坐過1個鐘？1年、10年定係已經唔記得啦？你打低
我會逐隻字睇。如果今晚呢番講中咗你心入面嗰樣嘢，唔使打長留言，打4個字親人珍重，等我知道你喺度。撳個訂閱唔係為我星期，係怕你遲啲想揾我揾唔返。呢個頻道每日夜晚我喺度同你傾一啲你同仔女、同兄弟、同朋友都未必開得到口嘅嘢。好，飲啖茶先，下個禮拜見。